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大巨蛋这粒卵孵32年，总算是孵出来了。11月中旬要举办2场的试办赛，要开放12000个球迷入场来做压力的测试。今仔日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跳这个波浪舞来拍开这粒大粒卵。穿中华队运动衫做球迷耍波浪舞，投球、拍球，逐项来。台北市长蒋万安心情真好，经过32年大巨蛋总算孵出来啊！10月20摕到使用执照，蒋万安今日亲身带队，邀请媒体团见证。大巨蛋抢先开箱，11月中就要举办2场试办赛。不过呢，在上次视察有传出可能吃球疑虑的座椅，已经涂上了黑白色来改善。不过呢，球迷最为人诟病的，也就是这一个大型的荧幕的大小不够大，到现在还没有做出改善。实际播放影片，我想大家可以看到，并不如从照片上看到感觉很小。实际播放影片，包括声音，其实是非常清晰。但是，我认为还是可以再把它加大。爱照顾球迷感受球员的安全，嘛袂当漏开。这球场的中外野多省的标志，可能造成球员误认。伊的涉水可能将球架起问题，市政府冇因应的措施。可以的话，我们来加装一套，来避免失球的状况。如果它变成一个球场使用的时候，这个它就会把它盖起来。会使坐4万人的大巨蛋，今年5月份检查是有108项缺失，市政府讲已经拢改善啊。基本上相关的改善我们都已经完成，在经过15分钟之后，就可以到这个安全的港口服务。市民甲球迷期待大巨蛋棒球场总算完成硬体设施，11月7号承办闭门赛，嘛透过球员实际体验对场馆做最后修正。11月18要试办比赛，估计要开放12000人进行压力的测试，全力要迎接12月份举办的亚锦赛做准备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